陈靖，你果然聪明，今夜爱多彩成高，将了第二片化成莲花子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可惜你聪明一时，糊涂一时。人讲有饭就有好，太我准备变成其重复的模样，点点的多彩家成家，哈哈哈哈哈！别哪了？待我翻发，将他骗，本记真假呀难辨呀。乾坤，在心间，转身变了法，留
哇！大水半路流几天，连环只给在心间。哈，哈，哈！我母啊，我该何我母啊？奇怪嘞，迄马啥都个黑门啊？哟，你是哪一位啊？我母啊，我是刘基啊。刘基啊，我个西龙来诶！哎呦，个实实，老几开门咯。哎呦，唔错哩。个坚固头下老爱讲，你下做唔得青菜，并爱人入来。阿弟啊，嘿，爱人做唔得并，你还要咩配啥？个爱个细路呢？要用问清楚啊嘞！你讲，你系马啥？我母啊，我是刘基啊，我二来请进姑啊。哟，你当作是我个细路，跟俺母儿啊的呀，跟二两公婆，你应该陪到正姑的父身边，人要为表记一生人转来，要来请佢为乜嘅嚟哈？我母啊，有所不敌啊，就因为乡亲向着我去进姑要来求水啊，我想进姑啊，那有神行，所以我唔肯答应。不过后来比了进姑善心感通，所以我就心里百般嘅不愿啊，我也只好陪佢去求医了。我想佢进姑是份的孝顺啊，必须要不准你家中探望我母，姑所爱嘛。样我就飞转前来探望我母，顺便请了进姑了。阿阳哥唔会检查，俩就爱死了咩？要咩配啥？等下咧，等下咧，哎呦，我就开门哈。死人啊！你来。我母太人啊！唔是按道理，唔是按道理。哎呦！奇怪到，有乜人不见进姑呢？你都要请进姑哦。是啊。哟，二三弟来啦，因为啊，要福主，佢啊看在十分嘅严重，姑说咧，进姑去江边求爷啊。哈？哎呀，进姑哦，实在唔通人讲得到，既然冒险前夜求医啊，我看见二来去得到，二来去那是无诈，看见什么有危险？马上，唔是按紧张啦，你唔记得咧？个进姑啊，佢会佢强的咧，家师傅嘅高技哦，乜个脱胎之术，何有无卡变化都按用型。故说咧，佢俩下去嘅江边求医，而无去抄记哦，无去讲书讲脚，
你就都无下等佢要求一平安转落了後，係唔係啊？你兩公婆才突然轉屋啊？这，哎呦，來，既然如此，我冇念頭，幾求你了，該就勞煩到我母了。來，飲杯茶。哎呦，唔是小按多，哎，嘅既然聽你講咁危險，嘅真古啊，我一天會落去佛堂求神託福，拜託佛祖啊，保佑我每夜平安冇事情，跟我哋下來佛堂點樣吉祥，你對那邊坐嚟哈，好，慢慢坐嚟。我母，嘿，你放心，既然留記來了，以下我似多在江邊求義，希望上天庇佑，可以平安無事嚟到。既然為父留記，盡在家中前來，該做勞煩到我母，多在廟宇前去行香拜拜，希望可以保了正果。平安無事。哎呦，放心，佛祖會保佑，你慢慢嚟坐下，該用錢我就冇招待你咯。哎呦，我當無閒，你坐嚟。师父，看你一次声色风中，不敌发生何事？是因奉后松，宋行贵以拍摄，也敢在苏州一带攻下开封，千古以为救这万民，才来忘记当初下山之时，24岁不能同法，现时把他良友，他来对分，也就会给他讲难了。
看其对不出，头哥此块来丑八呀么啊！哎呀，师傅，小师妹菩萨心肠，以前向我改救万民，已经名下佛门。不然师傅派你下山帮助师妹吧，就请师尊并你下山解救师妹吧。好，众文同谈你。嗨，我快下山，帮忙千古，舒服逍遥。遵师法旨。请用天神心，足够天地主神明，福助大汉连天意，可怜百姓诉苦情。
陈继古，大哥上你。哎呀，妖怪，妖怪来，给来，这放来去慢，妖怪啦，哎呦！丢！拍下，苦海无边，归天是岸，为何你自己爱己此呢？陈继古，你是公安多，见不你陈继古哩？